高雄的盐埕一间公庙昨新闻出事哦，也毋过民众是真不满讲炮啊造成噪音甲污染，新桥伫路中佮导火哦。庙方今仔早起嘛出面来回息咧，表示讲因会来检讨改善，环保局嘛已经开出6张的罚单咯。 炮啊声当中呛出大量的烟，这是高雄盐埕区的一间公庙，伫咧3月31办的廖敬活动，放炮啊的噪音、影影，佮加上新桥熊熊导火，是惊到部分的民众。那么久没那么热闹了，是还好啦，还 OK， 一天而已。今年凭良心讲，去年是比较夸张，今年他们就是有收敛一点，然后他们是环保炮，但是放的时间不久。 居民表示，今年的噪音等问题已经比旧年较改善啊。古过一届民俗活动是会当体谅的。初一透早，庙方人员甲里面志工队伫咧附近拼炮呼。庙方讲，吊颈的时阵有请清洁志工甲泉水车伫边仔准备，毋是啥物代志拢无做。都是有经过合法申请入权回来，但是也在此跟他们说声抱歉哦，他们这样力挺我们，造成他们的困扰。 之后我们会去改进。公庙会室咧表示继续改进，降低影响。也毋过因为放炮的时阵呛出大量的烟，加上炮火无平清气，环保局嘛依照空污法甲废尘法，甲庙方开6张罚单。爆竹产生明显粒状污染物，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，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。炮屑未清扫干净，污染地面，违反废清法27条规定。 裁处1200到6000元罚锾。台湾各地拢有大大小小绕境活动，警方提醒，绕境的时就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放炮啊嘛要保持安全距离，确保人甲车的安全，避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。记者高雄报道。